在这里，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美味食谱——茄子薄荷。我们有这个食谱：突尼斯茄子、新鲜薄荷、大蒜、盐、香醋、前者初榨橄榄油。我们从茄子调料启动。我们有充足的特级初榨橄榄油。玻璃约一半。加入盐少许。取几片薄荷叶，切碎。我们用月亮来切好了。这薄荷香味，现在我们添加薄荷，用叉子混合。加入香醋几滴，让休息。现在我们准备茄子，我们使用突尼斯茄子，因为它比其他的甜。使用片切半厘米。现在我们烤茄子。当板是非常热的，我们把我们的茄子片我们消除我们的茄子，放在锅里。现在我们开始通过进入油茄子片，在我们的烧烤的全部时间中，食油已经休息。我们浸泡在这美味的油茄子准备的菜。那种味道，我把另一我们继续向上完成所有的烤茄子。最后，
我们继续向上完成所有的烤茄子，最后我们的菜是完成好胃口都。